续来看这个台中市，为明年1月开始，那里的超商的顶仔卡部分会罚款上悬1万块。即卖是款到期，市政府伫106间超商的外口来安装着禁粉的广播。店员只要看到有人伫顶仔卡部分，就会用广播来放送，要求爱随甲这个粉来除掉。卫生局讲，每个月平均中啊抗体7万外人。 民众伫超商的顶仔卡咧食薰，继续听到广播声音。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您：吸烟有害健康，本店骑楼为禁烟场所。大声放送爱食薰的人，赶紧停止，也阁有台语版的。为着维护健康，请你马上甲薰除掉。民众听到拢会惊一跳，这声音是对倒位来？原来是超商的店员控制。享受美食及体验美好人生。 这个禁粉的广播是全国首创，大量市106间的超商有安装，目的就是店员发现门口有人咧食薰，免出去面对面的阻止，避免冲突，只要持遥控器就会广播。那以后都要到马路中间抽了吗？没地方抽哟。对啊，对啊。像拄前伫遐食吼，我就直接吸迄二手烟啊，感觉安尼就足无好啊。 顶仔卡禁止食薰，目前也是伫个款到期，期间有真侪超商伫壁顶拢有大标示，不过依然也是有真侪人拢当作无看到。这禁粉的广播启用以来，每个月平均会当劝退7万外人次，听到放送的声音，拢会马上停止。明年元旦开始法规上路，台中市总共1385个顶仔卡加超商外面全面禁粉，而且会加上禁粉的广播。若是也是有人违规咧，相关开罚1万块。